另外，经典的音乐剧《行倒边行正边》要伫国家戏剧院演出，即届有加入新科技，而且加这新科技画面动作转做电脑的动画，佮用5G 的网络连到现场，要互这出音乐剧有新的面貌。交雨伞伫台顶，哪唱歌哪跳舞，这是音乐剧《行倒边行正边》的经典画面。现主时，搁要伫国家戏剧院搬咯。受到北方高气压外围环流影响，各地晴朗炎热，而且还太热，降雨几率没。剧情内底现实甲虚构透蓝，舞台顶投影出来两只猫，其实是另外一个摄影棚有真人演员模仿猫啊，透过光学技术，甲动作转做电脑动画，佮用5G 的网络连线到现场，全无时差。不止带给大家新的空间的立体的感受，一个沉浸式的进入影像的感觉，而且它也呼应了这几年国际上的场馆。强调永续，强调尽量减少舞台布景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。加入新的科技以外，嘛小可改编剧本，佮加入新的歌曲。另外，男女主角也是大家熟悉的蔡文佑甲魏如萱。不过，这嘛是因最后一摆演出这出音乐剧。娃娃跟宁佑有没有跟你分享说，觉得这样子演起来也特别过瘾之类的？他们应该还在处理他们毕业演出的那种不舍的心情吧。导演将这届改编的版本合作心电感应，11月27到12月初4会伫国家戏剧院演出，希望新科技，互观众更较深的感受。记者林书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